秋田近郊國館又稱為日本東北地區小京都，呢度保存咗好多武士宅邸嘅古老建築物。咁嚟到國館咧，就一定要參觀一下呢啲武家屋敷啦。咁今日咧，我就嚟到呢個青柳家，而家入去睇下先。青柳家係國館武家宅邸裏面最具代表性、規模最大嘅一個。呢度展示超過3萬件家族遺留落嚟嘅文物，包括武士盔甲、武器、工藝品、農具等等，全方位展示咗武士嘅生活同埋文化。青柳家入邊咧就係呢個秋田鄉土館啦，咁就可以咧睇翻以前東北地區嘅生活嘅面貌嘅。去完國館之後，順路再去田澤湖，因為田澤湖咧就好大啦，而我咧就冇揸車，但係都唔緊要，係可以搭呢個田澤湖一周線，用巴士咧兜足1個圈，可以睇咗田澤湖嘅唔同嘅景點嘅。田澤湖係日本最深嘅湖泊，當陽光反射落去水面裏面，水色清澈，呈現咗綠色同埋藍色，名列為日本最靚嘅湖泊，日本8景之一。咁我而家就喺第1站度落車啦。咁咧佢就話可以喺度行20分鐘啦，而家就去睇呢一個浮木神社同埋神子像。跟住就上翻巴士，繼續遊覽田澤湖。跟住就嚟到第2個 check point 啦，呢個 check point 就會留10分鐘嘅。呢度就係御座石神社。御座石神社嘅鳥居就正正對住田澤湖，喺呢度打卡真係好靚啊！我仲喺度買咗個開運御守，夠鐘又係時候要上翻車啦。咁唯一要留意嘅係咧，巴士嘅時間其實都幾疏嘅，可能要隔我諗1至2個鐘先至有一班啦。咁要嚟嘅朋友咧就要好好做足功課啦。其實秋田除咗近郊景靚之外，秋田市內仲有好多好玩嘅地方等緊你發掘㗎。想知道更加多秋田好玩嘅資訊，就要 follow 我啦。我係 Sabil，同我一齊活在當下，隨心而行。